伫台南市巴拍头前的2024年台湾灯会，其中安平灯区2月3号率先开展，中港市府伫安业停车场准备8500个座位，同时搭设壮观的主舞台，吸引大批民众进场。这届台湾灯会伫16年后再次回到安平这个重要的历史现场，除了有中央到地方等各界名来贵宾。日本英皇九州也个赞助桃园到上本的来回机票，予在场各位幸运的游客，也要甲所有乡亲共同见证，甲过去传统灯会完全无同的新体验。启动，荣耀台南，台南400，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。接下来的36天，大家都能够欣赏台湾台南的美，也欣赏台湾的美。那我们台湾灯会就是今年是龙年，我们灯会的主题是龙来台湾。那来台湾之后，也要来台南看台湾灯会哦。那么我们很希望透过台湾灯会、台南400每一项的活动，把我们台南的美与好。甲台南人的热情，互咱全世界的乡亲知影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台南做客。其实开灯之前，就已经有12分钟，无人回灵机的表演加烟火秀，展现出大约祝福、安平古堡、台南400等标志，互众人赞声连连。当然，上届受到注目的明华园总团大戏马祖，也伫开灯以后为开幕早来高调。现场预估超过3万人。正式开灯以后，伫林万鸟公园的台南400灯区以及台南运河安业桥到万华桥烟花的和光往事灯区，用科技艺术的手法，展现100年运河的记忆甲想象。整个安平灯区展期将到3月10号，为期36天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